原来是你，慕寒雨，一直都是你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没有人呢？我还以为你走了。别哭啊！对不起，我是想说，不想让别人打扰我们。见到你真好。那你不早点来？我跑过，跑得很快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觉得我错过了好多，错过了好多。我想再错过。你不是说今天有很多话想对我说？你故意的，有人性了是不是？别以为你是魔女就什么都能行。骗我。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，我，慕寒雨。慕寒雨，在2个月前认识了一个女生。你就是夏沫，他爸爸。小心会被煮熟。任性。我就等着你爱上别人，然后让你听话。但又善良，可爱。明天人家过生日，想让你陪我庆祝一下。慢慢的感动着我。现在，他已经彻底的走到了我的内心。那个人就是你。所以夏沫，请你喜欢我，尽可能的喜欢我。怎么那么土啊！我很喜欢你，夏沫。很喜欢，很喜欢慕寒雨。从很久以前，从很久以前。应该是第一次见到你吧？魔女项链。你在干什么？删了。那个时候你可真的是任性。夏沫，夏沫，夏沫。这么多魔女啊，你怎么抓到他们的？你真厉害！
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猜呀？告诉我嘛，告诉我。来嘛，给我吧。真的不会伤害陆总吧？放心，他怎么会伤害你的陆总呢？平蜜其实他自己不要的，顺便对他不重要，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你能得到很大一笔钱，何乐不为呢？嗯？怎么？你质疑我的手段啊？怎么会？哎，还没到时候呢。还等什么？现在只抓住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落网呢。我也差不多了，说不定有的早就不存在了。这样心急，那你想想，如果把他们抓到一起，一块杀，更有意思。好，就听你的。那你是给我的奖励啊？啊？小魔女，滚！别动！哎，马上好啊！啊！起来，起来！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啊！滚一边去！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我饿了。那我们去吃东西。好。不过，你先陪我去个地方好不好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就拿一个盘子？我再去拿一个。两个人吃一盘嘛。我有一个朋友说过，如果两个人吃同一盘饺子的话，就可以靠得很近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幸福，饺子也会特别好吃。哪个朋友？就一个朋友。这么老土的梗，你这个朋友不正经，不是好人啊。没有啊，他人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呀？哪有这么撩妹的呀？我最讨厌这种土味的梗了。你少跟这种人掺和在一起。哦。那我自己去拿个盘子。你等一下。这不能吃吧？他还会这个。
还送过我一个苹果。这个是毒品吗？我要把你毒倒。然后我们一起看了流星雨。他说这些都是好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。那你找他呀，你还找我干什么？我骗你的，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吃醋。这下吃饺子不用蘸醋啦。韩宇，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之间的经历，你会难过吗？傻瓜，我怎么会忘记你？如果记忆会让你痛苦，我情愿你忘记。韩宇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不管有多痛苦。不会不记得，我就算是死我也，那不是。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会记得。他还在。还在。我很多年前来这里的时候顺手挂的，一扇贝壳。这是你做的？
你在干什么？删了。逃不掉了。我好想每年都来这里捡贝壳。打这个干什么？你喜欢我吗？原来我一直都爱着你。夏文，怎么了？大家怎么了？夏文，坐下。没事吧？小梦，终于来了，啊，看你等的辛苦死了。怎么样？我这够700吧？我来替慧报仇。哎呀，夏沫呀，夏沫，都说你英语高人一等，没想到蠢的跟个猪一样。同样一个坑，你们能钻2次，你们还真是个聪明啊！哎呀，穆教授真是个好教授，能研制出这么好的玩意儿。他不仅能调节异能，还能调节疼痛的大小。你说我调多大合适呢？大一点。疼死了，疼死了！小一点。夏沫，你在我的场子上打我的人是不太合适呀，打狗也得看主人吧。你说你就一丁丁点的异能，会怎么样啊？兄弟们，陪他们好好的玩玩，怎么样？开始。起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把所有的魔女一网打尽了。我们终于做到了。真的啊？你知道我刚刚抓到了谁？夏沫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刚刚抓到了夏沫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让我等，不是为了帮我抓所有魔女，而是为了引我姐姐出来。原来你一直在利用、欺骗我。
一样，没有异能就是个废物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抓魔女的最后一环不是夏魔，是你呀。别着急呀，快！夏沫，七，夏沫，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小的乐趣，你猜是什么？七，你没事吧？现在还姐妹情深呢。你现在应该知道是谁背叛了魔女族吧？知道了吧？为什么魔女会莫名其妙的消失？为什么我能轻而易举的找到你的位置？那慧姐姐死前还有没有说什么？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了。最好没有骗过我。我现在给你几分钟，我们姐妹好好聊聊，啊？是你吗，心怡？真的是你。只有姐姐对我好，他们都该死。扫干净了吗？扫干净了。扫干净了吗？没扫干净。让你扫地，你扫不干净，没干净。你们还敢顶嘴？哭了，一滴眼泪，一个巴掌。哼，你就记住吧，你就是个半人半魔的怪胎，实在是让人讨厌。以后别再装着这个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我不是你。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，绝不轻饶。出去。
慢点，我来吧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他们说我血脏，一点也不脏。你这么维护我，他们也会讨厌你的。我是未来组长，谁敢讨厌我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们都说我是怪胎，说我不配做魔女。因为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我们的族人，你跟大家是一样的。你能做我姐姐吗？姐姐，姐姐。好啊。真的。有了姐姐，他们就不会欺负我了。好，以后我保护你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姐姐，乖。姐姐，还疼吗？不疼，有姐姐就不疼。是，他们是不错，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族人。族人？他们有把我当过族人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只有姐姐你是真心对我的。他们带给我的全都是伤害，我凭什么要放过他们呀？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忍的？你这么做跟曾经的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残忍，从他们随意欺负我，说我是怪胎的那天起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现在我有能力了，我可以报复了，他们都该死！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心里的伤害已经淡化了，没有想到那些伤害从来没有停止。对不起，是姐姐疏忽了。心怡，回头吧，不然我们连姐妹都做不成。姐姐，连你也不要我了吗？好了，哎，这就也差不多结束了吧？游戏也该结束了，上。等等，我要亲自动手。原来你也跟他们一样，觉得我是个怪胎。你们全都只会欺负我，只有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，包容我的任性，体会我的感受。所以，就算他骗我，我也会走向他。你说过，我们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当然。
小莫，被身边最亲人的背叛，滋味不好受吧？是魔女害死了我母亲，让我变成不伦不类的怪物。你们让我承受的，我现在统统还给你们。让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是你的母亲。你说什么？让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是你的母亲。闭嘴！你跟他们都一样。我母亲是爱我的，你们诱惑她，她才去缔结契约的。她是一个好母亲，她生下我，让我辛苦，她从来没有抛弃我呀。直到你们的出现，她不要我了，她不要我了。你想回去看看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可以让你短暂的回到过去，让你亲眼看看当年你的母亲的选择。有意思啊！你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的母亲吗？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回到过去，你不想告诉她现在发生的一切吗？想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只不过是让你看看，你才是错的。蛮好的，来吧。妈，妈，儿子，妈，你儿子现在有钱了，我可以好好照顾你，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。妈，辛苦了。妈知道，你最孝顺。你跟妈再去66巷酒馆一趟，咱再去缔结一次契约，好不好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用你的命换我的命啊！你的那些钱都是我找魔女换来的，都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用啊？妈，是你儿子。你是我儿子啊，你的命也是我的，用你的命换我的命，我是你害死的。怎么，不愿意啊？你这个怪物唯一的用处就是为了救我。既然你这么不愿意，那就去死啊！所以你们都该死。大家一起死吧！啊！
三梦。救人。对不起。因为说好要一起面对，因为是你要瞒着我。我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冒险。吴一姐，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记不记得5年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又相遇。夏沫，对不起，以后见了死期，我就把你给忘了。还好我没错过，还好我把你找到了。谢谢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。组长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谢谢你，组长，你救了大家。我还没有拿回项链，你愿意承认我是组长？你肯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，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组长。心怡还没回来。我一直在等你们回来，没有见过他。我去找找他吧。嗯。主任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剩下的也都交给柔仪。太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过我们的2人世界，好好享受。嗯。云南就切成这样了。嗯。这个西红柿先切块。哎，不对不对。不能切块，它要先去皮。什么时候才有流星啊？他们说半个小时之后是最佳的观赏时间。啊，
你怎么那么久啊？流星确实很难遇，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情侣都在等他。他们也会这样等吗？他们不会抱在一起等吗？这个还差得多。流星，你真的很浪漫，我想让你体验一下那个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也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轰轰烈烈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。不，我就是要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你，让你更幸福，更快乐。流星，嗯，在哪？对不起啊，今晚没有让你看流星。不愧你，云层太厚，我们可以下次再看。就是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。明年。也可以是现在。流星，快学。陆寒雨，希望你以后你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照顾好自己。小梦，我希望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。陆寒雨，遇见你，对我而言已经是最美好的事情了。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忘记让你难过的一切。心，心，心，又走了吗？心，心怡，我知道是你。心怡，你出来！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你别怕，姐姐陪你一起承担，好不好？心怡，姐姐等你回家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要为我做的事情赎罪。
慕寒雨应该知道这个女人的死。小莫，小莫，明明看到他进来了。你来找姐姐。是啊，他不在吗？你一般都是先联系他，让他带你进酒馆。哦，我已经联系过他了，他没给我回复，我是担心他就过了。虽然玫瑰花瓣没有继续掉落，但姐姐的痛感更痛了。她的时间不多了。玫瑰花瓣。对了，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。他真的死了吗？那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有没有提到过我？你很在意他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他死的时候痛不痛苦？那你是想让他痛苦呢，还是不痛？我当然是希望他痛苦。我希望他死的时候痛不欲生。你这么恨他？他不配。我知道你担心姐姐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契约救她。走吧，我带你进酒馆。心怡，韩宇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有点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哦，心怡帮我进来的。我就知道他会来，但他还是躲着不愿意见我。他其实挺关心你的，他害怕你时间不多了，还让我用契约来救你。只要你同意，我愿意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面对的吗？你忘了？怎么会，宝贝儿？我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。宝贝儿。嗯。放心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简简单单的就死了？谁让你让我那么痛苦呢？我要让你和慕寒雨
真正的看着彼此痛苦，然后慢慢的死去，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报复。他竟然没死，不能再让他继续伤害姐姐了。这件事情该由我去。刘田，只要你同意，我愿意。怎么会，宝贝儿？姐姐，终于回来了，对不起，回来就好。姐姐，我现在没有资格再跟你在一起。我知道发生的事情很难过去，但不管有什么样的隔阂，总能解决的。我就是不想让姐姐再帮我解决，所以才要走的。以前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你帮我。姐姐，你不欠我的。你是我妹妹，没有什么欠不欠的。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。我无法再回到这里。还是决定要走吗？今天是来跟姐姐道别的。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可能会像柔仪那样，在别的地方待个几十年。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在我面前离开，对我来说是种解脱。好，姐姐，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她，绝不轻饶。你能做我姐姐吗？好啊，每次都说你错，每次都不改。姐姐，真的错了。他只不过是有一半的人类血统，你却纵容其他的族人欺负他。你能帮我出去吗？好，只有姐姐对我好。他们都该死！去吧，去吧。姐姐，我走了。
是你，你还活着？夏沫都还没死，我怎么舍得先死？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？穆教授，你就别再逞英雄了，我对你没什么兴趣。夏沫利用我母亲在此编织了个梦境骗了我差点就信了。他总是高高在上，掌控着一切。这次应该轮到我了吧？等着看，我还让他生不如死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对了，夏沫的时间可不多了。你那么爱夏沫，肯定打算用自己的命去救他吧？我怎么舍得你去死呀？我是在救你，你应该感激我。你夏沫死了，我再放了你，好不好呀，莫教授？你这么做，我只会觉得你很可怜。你这个垃圾！垃圾？啊！怎么样？你每次也都只会用这些卑鄙的方式来做事情。有本事你把我放了，我们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。残忍的方式。好啊，来啊！
没想到是你救了我。姐姐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她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打算陪他到最后。什么意思？你眼睁睁看他死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他给的。我不会让他死，我会完成契约。好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记得遵守你的承诺。快回去吧，我姐姐在等你。你和他见面了？见到了。那你怎么不回去？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要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和姐姐说好了，我和她可能几年之后才会再见，也可能见不到。夏心怡，等我完成契约之后，如果你不在他身边，他会很孤独的。你是个好人，我姐姐没有看错人。快回去吧，照顾好他。宝贝，好久不见。我真希望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你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凭什么比我高贵？凭什么欺负我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凭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半人半魔的怪胎，不配做我们的族人。你没事吧？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呢？如果当初你没救我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纠葛。宝贝儿，如果没有你，这游戏就不好玩了呀。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欺骗我？
为什么要利用我？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真心吗？我们之间早就定好了游戏规则，是你没有遵守啊。游戏而已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一儿游戏不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说过，我们都是怪胎，我们两个才是一类人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离我很近。我想问你最后一句。说呀。你爱过我吗？爱过你。你觉得世上有爱吗？嗯？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爱，都是谎言。爱是最无能的人兑换不公平报酬的骗局。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能看得很透彻，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蠢呢。是我蠢。对吗，宝贝儿？游戏而已啊，何必陷入那些情情爱爱呢？嗯？你不是仇还没有报完吗？我们继续啊！这一次，我保证不动你的姐姐，好不好呀？啊！来，给我一个抱抱。来呀！这么久没见，对吗？太想你了。我们俩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一起赎罪吧。小毛，让我看看。我想用最后的时间，记得你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我想记得你的一切。你知道吗？我见你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就是被你的眼睛吸引的。你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闪，
是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到你面前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我也是，认识你是我一生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事情。你教会了我如何去爱。这5年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最后我们都陪伴在对方身边。我们已经很幸运。我们很幸运。小莫，我想记得你的一切，记得还有再遇见，我永远。小莫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回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
你们的代价。